夏天的氣溫和光照，加速了野牦牛荷爾蒙的分泌，求偶的慾望驅使着昆侖走向人類的領地。他已經不是第一次下山搶親了。昆侖把牛群帶到了更遠的山上，在這裡，他不僅享受着牛群的支配權，還將會留下自己的血脈。面对比自己体型大1倍的巨獸，家牦牛只能選擇屈服。面对野牦牛的入侵，智达一时束手无策。但在昆侖的眼中，入侵的一方也許反而是智達。傍晚，智達試着把牛群趕到山下。但因為昆侖的存在，他失敗了。智達只好默認昆侖成為牛群的新主人。在冬天來臨，昆侖離開之前，他都不能再去擠牛奶，無法制作每餐必備的酥油。